再去头一条是甲关税有关的新闻哦。美国宣布对台湾工具机加扣20%的关税。台湾工具机大厂良德科技宣布，对本月2日开始要实行总4天休3天，暂时安尼3个月。也那百德机械原本嘛讲要启动小降的措施，也毋过昨搁讲因为客户有调整订单，所以这工课是照正常的日程来做。 百德机械是国内工具机的指标大厂之一，也毋过受到美国对待工具机加扣20%的关税，首先受到冲击。另外，工具机大厂良德科技也宣布，会为2日起实施做事休3日，和逐礼拜5也固定休假暂定3个月。关税跟汇率的2个双重的夹击下，这些产业呢，在未来的经营环境，恐怕呢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家工具机业者呢。 周休3日，甚至周休4日。台湾不少企业受台美关税冲击，以台中来看，因为关税实施减半的企业，到10月已经有33间，有891名劳工受影响，其中以机械设备制造、运输工具甲零件制造、金属制品制造占比上大。跟去年同期比较，那有减少5家次，那实施的人数有减少131人。 美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台湾每一个产业链。以科技业来讲，爱面临关税20%加 N， 半导体关税也有232条款。鸿海董事长甲电电工会理事长杨永辉顶日出席理监事会议，就表示有205个会员受到影响。跟美国政府争取所谓的保税专区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所有的进出口，其实都可以有免税的优惠，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成本。专家分析，未来企业出走是难免的，也毋过只有中型企业才有机会，小型企业恐惊真歹承担。为着协助台湾中小企业应对，经济部也会研议提悬补助措施，支持中小企业升级也是转型，也希望提升台湾产品能见度，提升国际竞争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